石门无田的残存阿伯啊，人地公园看都市，来把队倒去。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，做着愈工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虚伪。正石门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地讲对面已经工厂心事，大都是要用人，阮想袂来去。我看你犹原不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较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正石门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地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虽然也少年拢捌半项，当前我低头青疏。伊我无希望，假使借钱也要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